佢係新義安尖東霸王李泰龍嘅頭馬，早年跟住李泰龍出道，加入社團。李泰龍可以成為新義安嘅尖東話事人，佢功不可沒。李泰龍死咗之後，佢本嚟最有機會繼位，成為新嘅尖東話事人，但係為咗幫大佬報仇，導致自己中伏，俾人打到重傷入院，最後同僚趁機上位。佢就係新義安嘅尖東猛人羅家輝。香港新界嘅大埔村喺未開發嘅時候，其實就係一個好細嘅漁村，當地唔少家庭都係做漁業為生，生活唔算富裕，民風又彪悍。羅家輝就係喺咁嘅環境中長大嘅。佢屋企環境比較差，細個就冇讀書退學，早早入社會幫補屋企。嗰陣時黑道勢力盛行，唔少後生仔都係受呢啲環境影響，行咗歪路。羅家輝都唔例外，成日同啲古惑仔打交道，混跡喺一班江湖人當中。李泰龍同羅家輝一樣，都係大埔村出身。李泰龍係李小龍嘅忠實粉絲，細個就開始學武術，喺同齡人當中佢係最叻嗰個。早年佢喺碼頭做咕喱，認識咗羅家輝，幾乎就係大哥咁照顧住個細佬。到咗80年代末，李泰龍加入咗新義安，當時喺大佬高老人手下做，雖然只係一個細馬仔，但佢立志要上位。幾年之內，佢就因為行事狠辣豪邁，喺江湖上惹咗唔少仇敵。新義安嘅大總管林剛見到李泰龍武藝高強，係一個難得嘅人才，為咗唔令佢太早死，決定將佢暫時雪藏返大埔村，避避風頭。到咗90年代初，新義安嘅五虎十傑相繼出事，社團勢力開始下滑。90年代末，新義安開始轉型，將重心轉向商業，原本控制住嘅地盤逐漸俾和勝和同14K 蠶食。香港第一黑幫嘅地位唔再屬於新義安。雖然新義安轉型做生意，但佢哋依然冇打算退出江湖。最有油水嘅地盤莫過於尖東一帶。和勝和喺新任雞腳黑帶領下，吞併咗唔少新義安喺尖東嘅地盤，甚至勢力已經超越新義安，成為香港最大嘅黑幫。喺電影《黑社會之龍城歲月》入面，任達華飾演嘅阿樂角色就係以雞腳黑為原型。佢喺競選坐館時曾講過，要帶住社團打入尖沙咀，其實就係暗示住呢個局面。新義安嘅高層睇到情況唔妥，大家都心急如焚，啲精兵悍將一個接一個出事。社團要唔要有一個人出嚟擔起大旗？唔可以俾和勝和再進一步壓制。喺新義安大總管林剛嘅提議下，李泰龍被調返尖東，帶住一班大埔村嘅後生仔喺尖東站穩陣腳，試圖扭轉局勢。羅家輝係其中最出色嘅一個後生仔，佢跟住李泰龍一路打拼，慢慢喺尖東積累咗威望。2002年，新義安同和勝和鬧翻，兩個社團開始喺尖東爭地盤。當時和勝和嘅油尖旺話事人大華喺當地冇人唔識，囂張跋扈，冇做過咩壞事都唔得。佢成日講嘅口頭禪就係唔識得你大華哥。通常講完呢句，啲人就會收聲，唔敢再搞。有一日，李泰龍同大華因為地盤利益發生衝突，雙方約咗喺尖東嘅街頭大排檔談判。其實傾咗好耐，大排檔啲菜都已經上齊，但兩邊始終唔能夠達成協議。大華見情況拖唔掂，突然講：咁樣我真係好難做啊！李泰龍唔開心，火爆脾氣一上嚟，將支華子掟咗入口，口中講咗句：難辦，咁就唔辦。話音未落，直接將張台掀起咗。企喺李泰龍身後嘅羅家輝反應最快，佢即刻攞起跌喺地上嘅一瓶拉菲，直接向大華嘅頭招呼過去。之後雙方馬仔開始喐手，打成一團。羅家輝知道要先擒王，咁佢出手嘅第一個目標就係大華。和勝和嗰邊嘅馬仔見到大華被羅家輝制住，唔敢亂喐，淨係喺度睇住羅家輝一拳接一拳，將大華打到頭破血流，直至大華跪地求饒，羅家輝先放過佢。當晚大華滿面委屈咁去咗醫院縫針，呢一幕被記者拍到，第二日成為江湖熱話。經過咗一番宣傳，李泰龍一戰成名，佢成為咗新義安嘅尖東話事人，江湖人稱尖東霸王。而羅家輝就因為李泰龍嘅賞識，成為李泰龍嘅頭馬，低調而默默咁跟住大佬做事。當然，和勝和同新義安唔係就此罷休，雙方喺尖東打咗多場激烈嘅戰鬥。而羅家輝每一次都身先士卒，為李泰龍出手，簡直係李泰龍嘅行動組組長。2003年，李泰龍聯手尖東府中府王進嘅頭馬牙大強，一齊向油尖旺地區超過200間鳳樓收取保護費。羅家輝繼續擔任開路先鋒，但呢一單嘅影響太大，李泰龍同牙大強雙雙入獄。
2006年，當時準備競選和勝和坐館嘅文新忠，為咗上位，專程到李泰龍嘅酒吧挑釁，雙方一共70幾個馬仔喺酒吧大打出手。李泰龍即刻攞起卡座嘅一支軒尼詩拱橋，將文新忠開瓢之後，再喺佢面上畫咗一道3寸長嘅傷口。羅家輝當時更係從腰間掹出40厘米長嘅大斬刀，對住和勝和嗰邊嘅人群猛衝殺。見佢一出手就毫不留情，劈頭蓋面咁猛斬，幾乎每刀都係致命一擊，唔係斬得一個就係斬傷一個，場面極其慘烈，幾乎係血流成河。羅家輝左衝右突，每一刀都斬得精準無比，將唔少和勝和嘅馬仔打倒喺地。最終到凌晨，呢場激戰先停咗。李泰龍嘅名氣喺呢場事件後嘅江湖上達到頂峰，羅家輝呢位低調嘅頭馬亦都跟住一飛沖天，開始逐漸喺江湖上嶄露頭角。但係2009年嘅一場陰謀徹底改變咗所有人嘅命運。當時為咗報仇，但係文新忠又打唔過李泰龍，於是決定搞埋個刺客，喺香格里拉酒店門口開部麵包車將李泰龍撞飛10幾米。之後幾個大漢從車上跳落嚟，手持牛肉刀，幾下就了結咗李泰龍嘅性命。李泰龍一死，尖東地區即刻進入無頭領嘅狀態，啲江湖猛人開始蠢蠢欲動，爭住想取而代之，成為新嘅話事人。其中和勝和嘅門生細 B 最為積極，而最有實力同威望，最可能成為新一任尖東話事人嘅就係羅家輝。不過羅家輝對李泰龍嘅死一直心有不甘，佢一心一意就係想幫大佬報仇，所以佢唔係諗住爭話事人，反而一心想揾出文新忠嘅下落，揾機會對佢進行復仇。喺李泰龍死後嘅年底，羅家輝喺唔少場發力，掃蕩和勝和嘅地盤，迫使佢哋交出文新忠嘅行蹤。但係命運總係咁捉弄人，羅家輝有一日計劃去同和勝和嘅大佬商英清挑戰。商英清係和勝和嘅坐館，江湖人稱勝和校長，因為佢武藝高強，係和勝和訓練咗唔少紅棍嘅人，亦曾經去過澳門挑戰過崩牙區。雖然唔係完全贏咗，但佢始終係個全身而退嘅角色。當日羅家輝帶住10幾個馬仔，準備去商英清所掌控嘅酒吧搞事，但係商英清早已得知消息，準備周全，帶咗大批手下喺附近等候伏擊。當羅家輝同佢嘅手下衝到酒吧門口嗰陣，和勝和嘅人突然間從巷口衝出嚟，將佢哋包圍。數量上雙方差距懸殊，羅家輝同佢嘅手下完全冇準備，結果羅家輝唔單止唔能夠報仇，仲被打到重傷，差啲命喪當場。羅家輝重傷住院後療養咗一段時間，佢喺醫院度休養咗幾個月，期間尖東嘅局勢亦開始發生變化，新義安嘅情況亦急轉直下，細 B 逐漸變成咗新一任嘅尖東話事人，一時間局勢大變。出院後，羅家輝嘗試喺盂蘭節嗰陣跟住大總管林剛一齊去拜祭李泰龍嘅墳，結果當日俾一個臥底出賣，當場被捕。由於羅家輝平時積極參與慈善事業，捐款都唔少，所以法院判佢輕刑，唔需要長期監禁，幾個月後就放咗出嚟。不過當羅家輝出獄後，尖東嘅局勢已經唔再係當年嘅格局，細 B 已經正式成為新義安嘅尖東話事人，並且逐步穩住咗自己嘅地位。相比之下，羅家輝只係負責經營李泰龍生前遺留嘅幾間酒吧。雖然羅家輝依然喺行業中有唔少人脈，但同細 B 嘅地位相比，差距真係好大。細 B 呢個人同羅家輝有啲唔同，佢唔係靠拳頭，而係靠頭腦上位。佢同冼米華係結拜兄弟，之後又攀附咗新義安第3代嘅龍頭向展偉，係佢嘅左膀右臂，靠呢啲關係穩住咗自己嘅地位，成為新義安嘅實質領袖。而羅家輝雖然一度喺江湖中稱雄，但最終都唔能夠再爬返當年嘅巔峰，最終喺酒吧生意中賺錢，過住相對平靜嘅生活。雖然佢仍然被視為一個曾經叱咤風雲嘅人物，但再冇當年嘅風光。